福山，坐落喺美麗嘅山頂上邊，一座設計獨特嘅教堂正興建咗喺呢一度。當你俯瞰着風光明媚嘅加利利湖，你會睇到教堂下面係一個天然圓形劇場嘅草地。主耶穌喺呢一個天父所預備、具有天然回響功效嘅地方嚟到去傳揚天國嘅訊息，因為可以讓成千上萬嘅聽眾能夠舒舒服服坐喺山坡上面聆聽。喺聖經馬太福音第5章話俾我哋聽，耶穌看見許多人，就上了山，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：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開場白就立刻讓聽眾注意到，呢一個係佢哋熟悉傳統拉比教義上完全唔同嘅信息。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；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耶穌教導喺呢個世界上，唔係要我哋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人，或者係一個強者，而係要我哋有內在嘅溫柔，先至可以承受地土。飢渴慕義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；清心的人有福啦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哇！我哋真係可以見到神嗎？係，按照主耶穌嘅教導，當我哋向神清心嘅時候就可以啦。使人和睦嘅人有福啦，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嘅兒子。為義受逼迫嘅人有福啦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就係好似2000幾年前一樣，今日有好多唔同國家嘅信徒嚟到呢個山頂參觀百福山教堂，重新回想耶穌嘅教導。耶穌喺呢個山頂上面教導咗我哋點樣真正寬恕人、祈禱、禁食、愛我哋嘅敵人，同埋對婚姻嘅忠誠。喺呢度嘅地方裏邊，帶領我哋朝向過一個幸福又蒙福嘅生活。喺呢度，佢為卑微嘅人、受苦嘅人提供咗真正嘅盼望，以及所有人知道自己需要帶着謙卑嘅心嚟到上帝面前嘅人。當你參觀百福山嘅時候，你可以睇到一個好靚嘅景色，你可以喺莊嚴嘅教堂裏邊祈禱，你亦都可以漫步喺美麗嘅花園中，默想耶穌登山寶訓嘅教導。讓上帝嘅話語嚟引領我哋過一個得勝嘅人生。願上帝賜福大家，多謝你收睇。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